心靈交響曲。是，在任何境況中，每日靈修經文分享。馬太福音1章23節，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馬太介紹主耶穌基督的家譜，讓後世人有跡可尋，尤其用來證明主耶穌就是猶太人祖先所預言要來救贖他們的救世主彌賽亞，是要應驗神對兒選民的應許，照舊約先知從神所給的兆頭，救世主藉由童女懷孕而降生，起名叫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約瑟在猶疑中，神派來天使幫助他明白神的旨意。主耶穌基督的降生就是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來，一起禱告。神與我們同在是神對我們的應許，以實踐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基督，是定義的降生來救贖我們。凡藉主耶穌基督的名歸信神，祈求主赦免知的罪與不知的罪，祈求主管理我們的生命，在一生中都可領受聖靈的幫助，信服神的教導，靠着與主耶穌同行得喜樂平安，得看顧保守。以上感恩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祈求我們。心靈交響曲。是的，不敢也不願忘記。每日靈修經文分享。申命記6章6節，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摩西宣講神對其子民的吩咐，提醒神的誡命、律例、典章，在人生的任何生活環境中都要遵行，不單是自己要謹守，更要教導子孫們一生都要敬畏耶和華，這樣才會在所賜的流奶與蜜之地得享福，日子也得以長久。摩西呼籲民眾，耶和華是我們的神，是我們獨一的主，要聽耶和華所吩咐的誡命，要記着耶和華的律例，要將神所教訓的殷勤地教訓兒女們，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我們的神，無論坐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耶和華神所應許我們的。一同來禱告。神的誡命、律例、典章已經記敘在聖經，每日在靈修中研讀神的教導，在默想中思念主的真理，在禱告中不斷領受聖靈的指引。願我們每天都能活出三一神恩典的印記，祈求聖父、聖子、聖靈常率領我們。以上禱告用警醒的心，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阿們。心靈交響曲。是如此，是這般。每日靈修經文分享。歌羅西書3章15節，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做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保羅雖被困在羅馬的囚牢內，
得知哥羅西教會內的弟兄姊妹受着俗世的衝擊，使驕傲，使虛榮充塞在信徒間，異端假師傅的教導使弟兄姊妹彼此在怨恨，在相爭，在猜測，在嫉妒，得罪神的行為泛濫在教會。保羅勸勉眾人，基督徒已因歸信主基督而得着新的生命，神的選民，天國的子民在心思意念同顯現主基督的樣式品格。信徒應要懷着是主耶穌基督憐憫人的心腸，以彼此恩慈來相待，在謙虛中彼此被建立，持守是溫柔寬恕的態度，在誤解誹謗中才能忍耐到底。保羅提醒眾信徒，神的愛在聯絡我們成為肢體，連結在主耶穌基督為首的教會，以感謝的心將基督豐富的道理存在心裏，彼此教導，相互勸誡，以感恩的心來歌頌神，因一切都是榮耀神而行而為之。一同來禱告。有時確會忘記了自己的身份而得罪了神，屢屢的犯錯，卻在主基督的憐憫與寬恕中得安慰被提醒。每天的靈修，每時的禱告幫助我們謹守神的教導，在聖靈的督責勉勵中學習主耶穌基督的饒恕與仁愛，在各處境都能夠榮神益人。以上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心靈交響曲。我們的生命誰會來拯救？每日靈修經文分享。撒母耳記下22章29節，耶和華啊，你是我的燈，耶和華必照明我的黑暗。大衛被原是友好的掃羅王追殺，其惡毒手段皆因嫉妒而起。大衛為了躲避掃羅王的連番攻擊，他求告耶和華，向我們的神呼求。危難像大水般不斷出現，一浪比一浪強橫。在這苦海中，耶和華伸手將他抓住，拉他脫離災難。大衛經歷過非一般的困境，知道誰會來拯救他的生命，誰會領他到平安穩妥處。大衛唯一的依靠是耶和華我們的神，我們的天父上帝。一同來禱告。上帝是我們唯一的依靠，世事變幻確未能預測，但主耶穌基督的大愛與神的信實是已明明可領受。誰會來拯救我們的生命？就是甘願為我們犧牲的救主耶穌基督，願作我們隨時幫助的聖靈保惠師，愛我們到底的天父上帝。唯有三一神是我們的拯救。以上禱告用警醒的心，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阿門。心靈交響曲，你也可得着的。每日靈修經文分享。馬可福音5章34節，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災病痊癒了。耶穌來到格拉森，為民眾趕鬼，又打發污鬼進入豬群，使豬群投入海裏淹死。主耶穌使人得拯救，使人得自由。患了12年血漏的婦人，她信靠主而得着醫治，長期的病患竟可得痊癒，因為她憑信心接觸主。睚魯的12歲女兒，因着信而得着救贖，可從死得復活過來，雖遭痛苦，仍是聆聽主命。救主要來拯救世人，世人要投靠救世主耶穌基督。來，一同禱告。耶穌對她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災病痊癒了。當在困惑與患難前，思想主耶穌賜給我們的安慰的鼓勵。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父神禱告，聆聽聖靈的提醒與指引，藉每天靈修禱告與查經親近我主我神。以上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門。心靈交響曲，大誡命，大誡命。每日靈修經文分享。約翰一書3章18節，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約翰有一稱譽為耶穌愛的那個門徒。約翰蒙主呼召後，魯莽衝動的性情得以轉變，從他受神的靈默示下記載的各書信常提及都是神的愛，並強調主耶穌基督的大誡命，吩咐眾信徒要彼此相愛。能彼此相愛是因為主耶穌為我們捨命在十字架上，是神賜給我們的慈愛。有神的愛在心裏，有聖靈在引導，使眾人成為神的兒女。3:1。約翰用幾點作警示，如何將神的愛實踐在生活中。1. 在言語和舌頭上不可只說愛與關懷，利用言語對弟兄姊妹們的鼓勵，而沒有實際的表現。2. 行為和誠實上，誠實的愛心是出自內心與神的愛緊緊相連，防備愛心落在偽裝與虛假中。因信徒是屬真理，心在神面前可得安穩。彼此相愛是主耶穌基督賜給普世信徒們的大誡命。讓我們一起禱告，遵守主基督的命令，行神所喜悅的事，聖靈就常在我們心裏面，指教我們一切，帶領我們一切，也看顧保守我們的一切，在父神裏得平靜，得安穩。以上禱告用警醒的心，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阿門。心靈交響曲，勝過強而有力的。每日靈修經文分享。詩篇20篇7節，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名。大衛被耶和華我們的神
高為以色列第二代君王，卻被背逆神的掃羅王嫉妒。在追趕的路上，掃羅想盡方法定要謀害大衛。大衛用信心依靠耶和華，求告耶和華他所遭遇的困難苦況。大衛求耶和華幫助他，鞏固他，作為神所膏的王，所按立的領袖，不會依靠強勁的戰車，也不仗持精銳的騎兵，只以堅定不移的信心求告耶和華我們的神。大衛向拯救他脫離患難的耶和華我們的神祈禱，呼求耶和華的幫助，求耶和華應允他的祈求，使他在危機重重的挑戰面前因神得勝有餘。一同來禱告。背逆神的違背主的教導，信服神的跟隨主腳跡，不靠權勢也不受威嚇，惟在聖靈的督責與帶領中，遵循神的旨意廣傳福音，高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基督。榮耀歸於父上帝。以上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阿門。